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国军又搁来爆发着强谍案，有帮派的分子、甲现役、甲退役的军人交结，用手机偷翕着国防机密。涉案的国军服务的单位有宪兵、有飞弹快艇部队、有总统府的侍卫室等等。国防部讲已经采取损害管控的措施，确保军事机密的安全。国民党的立委是呼吁政府要赶紧把强谍抓起来治罪。民进党的立委是强调讲要做风险控管相关的立法。青澳37个查某人和刑事局上班，已经认识太阳联盟保养会副组长，佮涉嫌替中国吸收军人假做强谍。苏联宪兵队甲总统府侍卫室拢牵顾热闹。第二个强迫活动前往中国。一个太阳联盟的副组长，先找失业圣诞的查甫人，甲要接受总统府天下第一营日军宪兵之1营姓皮退役的士官，造成强谍组织，后来佮吸收7个现役军人。听讲内底有3宪兵指挥部苏联宪兵队士官，3位飞弹快艇作战部队官兵，甲1个总统府侍卫室的宪兵。有关于总统府的侍卫室也有共谍。几乎完全渗透了，政府最该做的就是赶快绳之以法。其中1个快艇部队先导的士兵，把伫宜兰所谓海军中正基地甲军舰的顶悬，用手机偷翕3摆部队的航天图，甲联合作战演练的航天图等等的秘密文书。苏联宪兵队新任的士官是伫办公室偷翕庆友资讯消息，甲决定蹲作战庆友的所在。连负责总统热清这个官厅万里警卫室维安圣诞的宪兵，拢偷翕警卫室编组表等等各项秘密文书，用细腻的查某人转告给中共。甚至检调，佮查出美籍官兵伫野区野过星期翕到上影片。军人的渗透相关的大部分都是透过中间人，这个中间人几乎清一色都是退将。如果他有风险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控管？不要让他变中间人，就没有后面的共谍。所以我明天排法案也排了这一个法案。被安全立法对源头阻止中共渗透，加做国家安全上要紧的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